香港雖然係一個石屎森林，不過喺馬灣都係一片綠洲嘅。喺今個暑假咧，羅亞方舟會舉辦一系列嘅活動，例如極速過山車，仲有勇馬恐龍，同埋其他模型展覽，培養大家對建築藝術嘅興趣。又或者參加工作坊，喺專人指導下親手砌模型。向前行，好運嚟，大步向前行。場內咧仲會展出智能機械人嘅喎，無論你講廣東話、普通話或者英文，佢哋都識得執行你嘅指令㗎。場內亦會舉辦羅亞方舟藝能節，每個星期六日都會有唔同項目嘅藝術表演同埋比賽進行嘅喎。仲有一眾星級嘉賓助陣，8月底終極一戰，各界高手雲集，一較高下。你亦可以參觀方舟生命教育館、方舟劇場、神州聖殿、雙頭城堡、方舟多媒體博覽館、珍愛地球館同埋方舟花園，展開一次震撼心靈嘅探索之旅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活動詳情咧，就參與呢個網址啦。